十理，五启用理。镜子面上的肮脏，无相理都擦干净了，这时现出来本觉离体无相的真实相。这是扫除能理所理的相，而以清净光明理智的心起用，我们一生变成无边无量无数的身，一身理一佛，一身理无量无边无数的佛。这是一体起用的理。阿弥陀